以泰山点师阿姨的刚才叫做情绪管理。那各位姐姐还上面有阿姨的情况好，那我们先来开班。好，做到恭喜起立。翻开下一条30公里，减到1公，再公，30公，滚到1公，再1公，30公。坐下。组长，这谁刚刚？哎呀，好，现在有我，好吧。压力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压力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建议或者是自我安慰彼此安慰明天会更好。可是明天自己在那个或者是在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明天会更好。那时候整个社会流行的一种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提醒，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讲说，我们把会更好改一个字，明天要更好。他说会是一种期待性的等待，要是一种决心，自己的能力。所以或许一开始要跟大家互相提醒的、勉励的，就是明天要更好。要是我们决心、我们毅力、我们努力的去想，然后是一种等待，等待就好像是靠着外力完全靠别人。那今天我们怎么去让自己明天更好？怎么去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那我们难免有情绪，又怎么去把这个情绪给稳定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点上安排我们这门课的用意。那一开始或许就想邀请大家来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自我检查。身体忙碌的情况，各位今天我们在道场不能把责任，我们也想一想自己身体忙碌的情况。第一个，你我大家共同的现象就是事情做不完，事情做不完。好像记事本上面写的，明天有几件事情，今天有几件事情。原来我们的2个之间本来有10件，出现2件，明天剩8件，可是明天可能6件来这样子。所以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各位也是去上班，大概就是这种现象，忙着课太焦了，这样很忙。所以有时候回报速度比较慢，就是大家有相互体谅，因为以正的角度非常快，发一说讲就很快，来看怎么很快，我们正的角度很快。所以今天是什么呢？还有脑袋空出来点那件事情。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事情做不完，顺利时间少。可这些时间少，就是一个很多的问题。你看那个时候，三国时代，诸葛孔明跟司马懿，他一直要逼司马懿开战，司马懿不能输，他派他的这个大使送礼物去给司马懿，就是为了逼迫他开战，送给他。以现在性平法来讲，就是警性嘛，你们是聘性你不够遵守，那送给他你给司马懿，就是告诉他你不敢开战，你不传人。所以司马懿的哇，父亲光开战，父亲说不用，他就是激怒嘛。
对口音很清楚啊，他了解他的题目，我不会被他动怒的。他反而热衷招待这个大师，关心哎呀，你们比较好嘛？这个我跟你闲聊，请你实在，你放心，我说没事啊，没事。这个两国交战都招来时，你看这么好意啊，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非常感激，给你转达成效，我非常喜欢你，非常喜欢，超喜欢的，谢谢他。然后我们跟他聊天，那你学校好不好？怎么说好不好？还好而已啊。你怎么说呢？哎呀，那个军务操劳，然后吃饭呢不正常，睡觉也不正常，体重都很轻。你看这个是肌肉记忆，司马懿心里这个都知道我跟你动，不用跟你开战嘛。孔明会看这个管天马照，司马懿的管天马照，他看这个孔明的那个心理比他弱，他知道不用开战，孔明快死了。虽然孔明到最后他会不断跳楼，把那个本命给盖住，让他看不到，可是也敌不了天命。所以你看，那个魏延竟然就把他去给提到，这是天命。这孔明只能够说无命休矣，这就做好嘛。那当然，对于我们睡眠时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是我们要相互提醒多忙我们都知道自己要睡了，但是不可能不可能就颠倒了。像或许昨天也希望11点，我也是忙到最后怎么睡了12点半了吗？知道不可以，但是经常会做不到，所以睡眠时间少，都提醒自己。在运动时间少，我们提醒自己。这个流汗可能造成对我们的不舍对，明天会不会更好不知道，可是我们有一个知道的是明天都会更好对不对？这是一般上面一般我们不喜欢头上的白头发努力要减少白头发，这是不可能那有很多人头发如果真不错其实很好多没天剪，我就懒了有的是靠懒那你有的是靠戴假发这样我们能够自然不白的这个是一个例子，也不容易所以一般上面一般相对比白头，是我们在运动时间上，刚刚我们太太也是，我们也是谈了很多感觉很深刻，今天拉到那个机构去开会，这个新人才拉到机构去开会，为什么？说他感冒8天跑，那就是心事，感冒就跑。所以我们这个左右方面是也可以跟李经理是说，这个跟李先生也是交代他们系统他们这边跑系统或许很多朋友跑系统身体都不健康，原来马来西亚什么这个全都好原来很多筋空气好所以我们大家有机会也跑系统去运动，所以运动时间上，多多还是要平常那我们大家相互提醒，相互鼓励。那身体状况对我们自己也看一下。忙到一个程度，身体不够，那身体就不会好身体不会好。那后期我们感觉自己有病，后期是真的有病，不是感觉，而是真的已经可以病症出来了。我们各位想一想，自己哪个器官是最弱的？我常常会问学生说：“你想一想，你自己可能将来会怎么死？”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年轻人会失去的表演，他们都太恐惧，也太担心，然后总是要经常把他们勾起他们会死的回忆。然后他们这个印象都是这个很主要的，所以可能熬夜我肝不好，我一定会洗干净。那有一说呢，说我因为车祸死了，我是怎么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我说因为超速你既然知道超速，而且跟相撞好几次，你还继续开那么快吗？我说老师，好习惯不好改，坏习惯也不好改，所以我继续开车。就好像会像刚才一个酗酒一样，拿你进来参加到安感席了。还跟我讲说，老师，我有年常本再来。
我要拜托的，你嘛，我跑了单嘛，根本就有点嘛，我用感情，我用经济，经济过来，哪有地付的地方？有老多来花费了，不用拜托的这是会提供不好看。你说那个一个叫殡葬业的后援在这方面怎样？你看，这个要反规，他要都是劝人家那个酒驾的，郑红宇那个采访他那个节目。他说他就跟着那个法医去解剖尸体，就说你要假婚的体条，在9年打电话，而且你喝了酒一而已，你就是干业绩。你干业绩，我今天跟你讲，这毛病该怎么弄？你跟讲来，有我给你讲，现在我给你5个岁，他们生命见证，证明。这个表物的就我的一个消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因为我们真的坏习惯不好改，好习惯也不好改，所以努力养成好习惯。我们修到半道真是好习惯，修到半道真是好习惯，恒心修到半道真好习惯。后来我们用这样人才，现在因为我们也就是看一些老一辈的，现在的确没有过人经验，可以看看老高兴。平常难做那有的是考虑身体，所以农历追求健康，有的考虑事业，农历到会入事业，所以工作非常好的。可是他们会为自己选择，不是我们能左右嘛？我们每天都这样，都希望自己更好，可是怎么样才会真正更好？所以有的人不改变自己有病，真的有病。真有得身体的病症，到老了真的是什么病都会出。因为现在这时代老人实在是越来越多，老人是这样。当然也有人讲嘛，说手机给他们绑，给他们实在，两块钱在了你这个绑太多就是不对太强。那再来就是状况很多，那身体状况很多，有点老化还有马上晚岁就要早期，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因为责任感重。我们在生活中负担的重要的责任是另外最高级，跟我们也有什么？那另外心理忙，跟身体忙已经对身体造成影响，心理又很忙。然后你总是在想事情，总是烦恼不断，因为我们常常在导演室这边谈到他们的生活，所以很多人都会透过我们的事情。就有人跟我讲，你跟老人家常在一起，有这么一个问题他老是怎么养生的？80几岁也是精神健年后养到这个劲，然后我就问他平常都是不经意的随便讲，就是早起就是多运动他讲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知道的。就是不要乱吃那个多吃少吃，少吃多吃你现在贪吃多吃了，你后寿命就短，就是总量就吃得少。那你现在少吃，你寿命就长，将来就吃得多。这就是概念可是有一个在正统的那个经验感，他就做个书跟他讲，我看今天你们上课听得很好，很认真，那我给你们配了一个机密，他们也是经常问我说你到底怎么养生？我现在在这里跟你公开答案。后面这样门口，听到他的公开赶快冲进去本来在讨论，然后赶快冲进去。他说，其实没有什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心中无物，心中无物。当然，我们心里有太多的东西对自己大压力就很大，心中无东西，心和心病，总是烦恼，总是担心，总是牵挂，所以他练就心中无物的功夫。心中无物在我们心理学上就是心中没有未尽事物。我们心理学上是用未尽事物这4个字，你心里有没有就是叫未尽事物。担心烦恼这个追在下那有没有在干可以吃
担心这个国家，担心那个国家，所以我们不会担心凡事，我们担心我们的道路，所以心里总是很多情况。所以导演跟我们讲，心中无物，正常达到目标，什么事情一来心来自己，自来心实现，事去心随空。来了，听了，听进去了，人家对我们抱怨了，对我们不满了，听进去了，好，我知道了，那后续要怎么办？哎呀，前姐对我表现不太好，我们先到在上面说，我就跟他分数啊，今天这个分数高，那个分数低，今天这个分数又高，那个分数又低，高高低低，现在都讲8分数。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提醒，我们听进去了。也不要烦恼太久，把我们改进就是了，做到更好就好了，把它丢掉。我们怎么办？那种一直放在那里是一个石头压力。我们一人难得百人义，百人难得一人义，是的这样。所以你我不想同意。每次到完不考会啊，这个我们方面真的也是，我跟他报告说，他前天就跟助理这个您的房间在这。我要他，我晚上就睡客厅啊，真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睡客厅，然后就在哪边？睡寝室也可以，睡客厅也可以，然后有事也可以，没事也可以，有事也可以，没事也可以。我说我看也是你们级别很高的，没事也可以，没有关系啊，没事没有关系。其实后续听到这句话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概念，不要这么做。可是我们很容易说我的枕头没有来，我没有睡我那个枕头睡不着。我的房间没有带来，我不睡不着。所以现在我们到各处开饭都很常见的。以台湾来讲，高速公路啊，我们到福利馆那就会睡。那有时候为什么大家愿意在台北也有睡来的？换了房间不习惯。你如果说我没办法，不能坐座位回来睡觉，在这边去，又花钱又受累，对吧？不过终究我们还是要放下内心的执着，尤其当睡不着的时候，你越去想你睡不着，你就越睡不着。有的人就靠安眠药，那安眠药越多颗，那身体就越完蛋。那所以我们让自己。这个人生还这堂课就是我们怎么去关照自己、觉察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执着睡着睡不着，不要去执着我一定要睡饱8个钟头、6个、7个钟头、6个钟头，我要睡足我才会有精神。如果你内心这样讲，你就醒来了，你就睡5个钟头，你还是心里想我还有2个钟头没有睡好，你一直讲，你也肯定睡不着，对很状况。后续偶尔的话就很少，偶尔睡不着，有的方面有点难，偶尔给出点这个我们老师弄介绍书都很好，他这里有情况提供前面一些服务但是因为这学期我要开机械选择课，要带学生独立，所以我就最近每天很认真的办公一些他们，我就发现说生的智慧你也什么都有。真的是这个难怪我们身边里老师这个读文艺读的实在是这个乐在其中所以我们也分享一下怎么让自己心里的忙碌尽量的减少，所以把一些烦恼尽量放下。尤其心理太大，就会影响到我们心理健康的状态。现在的文明病是忧郁症，忧郁症它是莫名不快乐。你看我们一般人，当我感觉我有忧郁情绪，各位，忧郁情绪是正常，每个人都有忧郁情绪，可是总是忧郁症是正常，那忧郁症。一个人你跟他讲什么都不开心，不快乐，好事也不快乐，每次都很快乐，过去会快乐的事情，现在不会快乐，过去会让他开心的事情，现在不会开心，总是不开心，那就是忧郁症。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心理的疾病越来越多，而且从民国76年当学生老人主任到现在，后来当智商老人主任，20年来那个总共的学生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过去不用这
这个主持那么多的专业大会，现在当主任讲，经常主持专业大会，因为学生都要读书穷，这个心理疾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心理健康的状态。可是我们想一想，问自己对自己或者他人看起来不满意，有时候对自己不满意，有时候对别人不满意，家人也好，到亲也好，人才也好，我们经常是会有些不满意，这是难免的。可是如果经常放在心里，那就很苦。哎呀，这个人才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不听话？他不能改进。他自己的感到很快乐，甚至有时候真的感到忧虑。那刚刚讲韩老师是后来这个健康之道，是心中无物，没有未尽事物。那我们过去读大部金刚经里面是这么讲，一步一步的修到空身空性空性空法。当然，修到第一步，先为我忘去，为我忘去。所以圣人的智慧，先有智慧。如果没有办法空身，没有办法为我忘去，我来往后边去走动了，后天天才听怕不提不住。各位听懂吗？你这里好生，你想生，你一定会长生；你怕死，你不会不死。所以你越想长生，不一定会长生；你越怕死，你也不会不死。所以，圣人要我们的第一要定空，就把这给空了。我想在座各位应该都有做到。当一个人真正空身了，就是世俗会。老子。我本格太子的骨头，他知道人的空间放几遍而已。其实生就是死的体验，死就是生的开始。所以后学体会这个道理，圣人没有生死，有来去。看到现在要原理之前，就是个卧佛嘛，如果在那里的还能开口，还愿意开口，人就跟我讲，你修赶快修，能够能办快办，水落后了，你愿意自己要赶快去了。他修赶快修，能办赶快就交代一下。后来不想讲话，就我在那里写，就是我在那里我一开的时候，看到后面他好像那里有赶时间，来去自如，没有一点挣扎，没有一点痛苦，直接导致那种多么高的境界。我们班也到了这个地步，我会得癌症，我会不会怎样？我这怎么长一颗？我这是什么？又怎么？我们内心总是空不了身，辛苦。所以我们的黄基业黄脸子他是空身。那时候我们看他后送回来，在这个中山，中山，对不对？中山有。那个都很搞笑，让我们很开心我们给医生幽默，对不对？我们两个医生不断跟你对话，对吧？这个跟检查我们要做嘛。你跟他讲说，医生我给你换，医生说我不要，对吧？但是这里面他那种幽默所以生活帮他解决话题嘛。所以先这个分析的真正开始，控制在控制，刚讲的是控制，整天的情绪觉察。哎呀，我怎么那么多烦恼？怎么知道我烦恼？那我烦恼是不是有道理？我的情绪起来了，那个情绪没有道理，哪里没有道理？我们等一下再往下讲。空性、空法那这个是大众情况之下。再来自我对话，忙碌的人忙碌的心，我们人也很忙，心也很忙，那怎么做到身忙心不忙？这个其实我们大家有机会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日理万机。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像你还是10几个国家用嘛，我另外用嘛，在中里面有其是怎么做到的？这也很好睡这个叫很好睡那你头脑有很清楚，日理万机清楚这个就是身嘛清楚嘛。所以我们就做到这里。那第二点就是我好累，就是跟我好忙我好累当然我们会讲我们今天跟你讲的，不要经常讲自己很忙，不要讲自己很累，那你也会自我暗示但是自我对话，我好忙，我好累，我好像
去中央这里有223啊，这个要去南部，那一样的，我们中央这里6天去游览，那这个都是很好啊。刚刚带来一些鸡头嘛，因为一个人不健康就不会快乐，那一个人不会快乐就没有效能。所以有健康才会有快乐，有健康加快乐才会有效能，这是后学体会这个道理。当时在提议叫我要我接学长的时候，我心里想，学长大家可以做嘛，那只是我要怎么做，我做有没有意义？那么忙所以后学定在心来，非常的生命，我一定行事先锋。如果我做学长，我要做什么？马上跳出7个字。健康快乐有钱，所以现在我们学校同仁看到我，健康快乐有效能，今天都开心，没有放弃3年。因为我说每个学长都做得很好，我没有要做什么，我是告诉你我要做几个字，健康快乐有效能。当然，快乐之后也在支付中心的时候，我的目标就让同仁快乐。那真的看到某一个同仁通过消费者，你在这里你看看观察最近快乐，果然不快乐，不快乐，你这个要关心他最近身体好吗？他就跟你讲，哎呀，妈妈哪来去在这，照顾得很累，连自己也快失败了。喝水所听到的，我有一些朋友照顾老人实在这么不容易，照顾了自己都快乐不容易。真的很心疼啊！所以各位，我们还是要保健康、保快乐、保效能。效能是自然的结果，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孩子，关心我们的脑筋，也是健康快乐有效能。如果我们只追求效能，然后没有快乐，健康，那这个效能是很难的。那么我觉得压力好大，我可以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的要讨论的。回到我们的根本议题，正面形式，这个各位你我都很清楚了。我是谁？我正在做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快乐吗？什么事让我不开心？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吗？这对我们自己来讲，在座各位，我们都是前面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啦。那压力来源的辨识跟解法，可以感受想一想，我最近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最强烈的压力是什么？然后就PPT都表对上条的奖励，一发一好，请各位听众听到。不一样的外购，不一样管理者，不一样的后期做完简单的 PPT 以后就没有时间再做 PPT 了，因为当后的 PPT 这个 PPT 一个人在干。小修而已，那可是后来我就真正要对这个放下，再来放下因为这些后来我已经快乐过了我一天都在我们看这个之后后来写的因为前是这边说我们快把才刚系列重要版式来跟你这正才刚才之后谁要改的真正出去，各位看一下第一个，一般人对情绪认识的理解。这个很重要，所以迷失那英文翻译我们麻烦的翻译成为迷失可以这个迷失也可以是思想的失，这两个通用。这个迷失就是意义，它常常我们讲漏掉了，它这个情绪对情绪认识有漏掉一些对的想法。那迷失这个思想失这个思想走到迷路去了。所以他思想迷了。那黄妹妹他讲的前面5点，后面的第6点，所以我们念一下，情绪都是不愉快的，情绪带来负面影响，正面情绪带来正面影响，情绪是不好的，不要表现出来，情绪管理的目的是把情绪带来。好，我
热之谓法为凶，法皆动者谓之和。至中和，天地谓曰万物语言。所以表示人本来就有喜怒哀乐。那所以无论是喜跟乐，这是我们认为是愉快的；哀怒是不愉快，哇，感到悲哀不愉快。那生气完心有不舒服，所以表示情绪它不会都是不愉快的。因此情绪会有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哪一些是愉快的情绪、正面情绪，哪一些是不愉快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带来负面影响，正面情绪会带来正面影响，一定是这样吗？也不一定。有时候负面情绪会带来正面的结果，有的正面情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一定是负面带来负面的，那也因此第三点连续的，就是情绪是不好的，不要表现出来，你也不一定。该表现不表现，那人家总是对你不了解。就好像或许在教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一定要学生要讲出这个情绪。学生一听到老师要问他的情绪，都很紧张。有的就会说老师我很紧张，那有的说老师我在空白，他有一个困扰他就跟我讲，他先低个鼻子，老师我很紧张，我说你跟我说你很紧张，可是我看到你在笑，紧张的人会笑吗？不会。紧张那是有点慌张，有点不安，那种眼神是不会笑的。后学马上发觉他的不一致，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回想你的成长经验，谁告诉你紧张的时候要笑？他答案很快，他没有多讲，他说：爸爸，我说你爸爸有跟你说紧张要笑？他说不是啊，我从小看到爸爸一定要笑。我说为什么？他说当我不笑，我爸爸就会说，而且他自己要进去。当然睡在老地方去过老年人，其实老师教的对不对？对呀，老师教的对呀。可是他的解读就是看到老师叫笑，因为不笑就被念。卖红苗写的货，那快乐老爹，对不对？快乐老爹，对不对？关只要一定快乐人的笑点，快乐人的笑点，心情好嘛笑，心情好嘛笑，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一次修我看他也修后学这个课，当我跟他这么说，他一听才有马上显出紧张的面貌。我说，就是这样，这叫做紧张。他那样叫做开心。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为了讨好人家，为了美化自己，我们变得只有一个面孔，叫做笑容满面。当很难过的时候，一样笑容满面，这就是问题。所以情绪应该要适当就好，不要过度。当然或许也习惯看到人就笑。所以有一次在体育的路上，有一个人真的是跟我讲，真好，真好，每次看到你就在笑你是不是整个都在笑？我说我们不是干嘛？我说我是跟他分享一下，我就休息一下。他说可以分享一下，就去休息一下。整天都在笑，那不是很累吗？那我也经过一个车长了解，就乡下车长了解，他说不会笑。那个阿伯厉害，我们这里来去绑架，我农民服务，我们这样在讲明白。小姐，你做其他种他这个水我是发现小姐家里如果这样，
你又袂笑啦，拢袂笑啦。安尼做科长就看人开笑，真系在杀人啊！阿伯，嘿吼，阮做工厂会查着吼，你就唔知，迄人去外地用在，上车落车，上车落车。我若去看人的笑，我就变去。我太会看，看到人的笑，我就变去。其实我也对啊，不会啦。那也是很可爱，所以或许也是跟大家非常提醒啊。看到人很笑的，啊，蛮对，蛮有对的。要不然哦，有的老道听到看到，我每一个老道听啊，但我突然有一天想到啊，你下来问我，哎呀，这边怎么最近都没有来过他？会以前找到我来，这个最近你爸爸怎么最近都不来？他想到我问哦，他就只好回答，你说哦，我爸爸不来跟你有关，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爸爸不来，行嘛？你说哦，别人外头哦，我爸爸打到你了，我以为一生一个人哦，看到你也打到我又不管。我们在地有那些在一起，当打招呼都我注意，那么外来的人。各位岁数人，各位人的后来这时候怀用的，哦，那是刚听过，那还打招呼我的回忆哈，当时刚刚我这些有听过，那有几天的时候，你对你不尊敬嘛，人都差别了嘛，各位都在干。然后来会去回忆，你看这习惯，那你习惯的美工人敢打招呼会敢回忆的，啊，不过我个人来讲一定很舒服。比方说啊，我在那个有些公里，啊，台上你也看打招呼，我那些公会都是给你很专注，哎呀，讲的也是好的，但是公会不可能现在按马路条件，虽然有我回忆，你知道吗？谢谢，我买了。哦，所以各位，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人？哎，他说可以哦，这个好处想哦。啊，晚上做老师做完后呢，我在自己老师我们小退休，还要当教授咯，其中平常小退休。那我真有个我要找个会，这个教授讲几十岁，这告诉说，你如搞这个农丰富，然后也是在研究的时候，有课来上没课，你自己研究室做一点研究，介绍家庭，其他一个比例，压力我都可以控制，我们国力家人可以控制。你可以给自己压力不断的做研究，你也可以自己就好，做压力就好，自己要的，平常而已，很辛苦的啦。最后也是很感谢这件事。但是后学也遇到有一些老师，我一定要老师说，他觉得教得很辛苦，教得很有成就感，其实你的挫折是在你的成就感，像提早退休。我说为什么哪天哪天啊？我看到很紧急，他是也挫折，我工作我也嘛，这里有话题，今天可以嘛？然后我是4/2/38号，38，伊改做也口味，在3个中老师里面在外口跟，因为他更加来，我怕的是已经话讲他不要比较你做的东西，这个不介意啊。这个为了这个很现实那怎么那我们是为干嘛教我们站这个？最后也就跟他们说，你要知道站起。学生不跟你打招呼，不见得是现实，不见得。你要按心，这个很辛苦，你应该打招呼，你挂保险。你跟我来打招呼，你跟我挂保险。伊个有哪里伊个心复杂你得安心。不管他真不真，你就该安心。所以，当你能够放下到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什么都不在意的时候，你才能自在，对不对？那该能够谢谢别人不爱讨厌，谢谢你，别跟我毛病。
也是，别人只能教呢，只能引导呢，道心也只能鼓励。包括我们可能有的道心那些我们这里看到的问题呀、现象啊，你想一想哦，现在我们对道心真的只能教导、引导、鼓励，要求也是适度。你要求过度了，他就，所以人家说哦，那不用你的不单单哦，那种给人一把牙灰，给人都会痛苦，那个把你们规矩，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不要忘记，哎呀，抱歉，所以给他们把他们在发现，我不听，所以这个时代真的为了领导可能不容易，这次我们东江那边是在这个都很精彩的，下午像我们阿宝这两个课，跟病理讲的课，我们在下午在病理讲的课，晚上的CEO。这是既然在非常精彩，也是我们也是注意到我们的领导职能，所以情绪不见得是不好的，有时候或者跟他们鼓励他们去明白，让他们那个开始多求，然后有人来干嘛你就感觉让他们快乐，没就关心你最近怎么了，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就非常关心那再来就是情绪管理的目的是把情绪压抑下来，不是情绪绝对不能压抑情绪压抑就会出问题，那最后会转化成身体的疾病。因为人的疾病是身心性跟精神性嘛，身体疾病会转化为心理疾病，心理疾病会转化为生理疾病，绝对不要压抑。那另外一个情绪不能压抑，那要尽情发泄哦。不对。尽情发泄完全发泄，那个动怒，弄到你的身体，弄到对方，你的脾气让对方吓一跳，后退几步，因为他没有感觉，我说的是状况，你要发扬脾气，他以后跟哥们也会走起来，他会骂，这是我在学校看到的真实例子我们一个教官就跟我讲说他说主任。我现在看到是某某人快点停下来我有早点把你叫起来。开始讲，我老是讲，我都开始讲，看到最后，那个呢，就是讲，还有一个靠近，我在讲，这个企业长官呢，我在讲在哪？你说再发给你提供赶快冲过去，提供一个话，一二三的听讲，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如果自己没有掌握好，因为他的长官情绪就没有掌握好，所以让他也是怕，也不一定是怕不甩你是我长官我一定要跟你问好，要问好我就赶快打所以这个就是很累，所以情绪不要压抑那尽情发泄就对了。所以龚老师给我们的答案，喜怒哀乐不会跑得凶，反而接受些适当。那件事情你的发脾气是适合的、适当的，跟只能过当的，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那第二点是后学家的，就是情绪管理是生来就会的，不必学习，这也不对。情绪管理它不是生来就会的，尤其如果我们出生在不当的家庭，那个家庭可能是压抑的家庭，家庭不可外扬的家庭。你看，改天到来，你跟我爸他肯定有共性，一定让压抑，从小就有人家庭，跟从小的民主、自由、开放，而且父亲会适当的示范正确的情绪表达，那有的父母不会。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些练习对，人们高兴那一起共识做练习，所以我们做练习。第一个先感觉现在的情绪，感觉一下咱们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平静，平静，好，感觉两个人平静，怎么样？我们这个脑力激荡就是
现在这个脑力激荡，当把这个情绪说出来了不重复，平定的重点是没有平定因为什么？如果还是怎么样？那很简单，有点喜悦，那个喜悦了华丽的真的清晰感。清晰是一个目前的思路的状况是清晰的还有我们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感觉系统，一个是思考系统。左半脑是理性观思考，右半脑是感性观情绪情感。然后我们现在要用右半脑，左半脑去关掉，开启右半脑心情。爱可流程。爱可是生理的急了好，没关系，我们一个人爱可的心的心情爱可都比较很快的一下，这心情是爱可都比较可，他就觉得他都还便宜所以心情比较爱有意思，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爱睡。所以你爱困爱困跟我分开没有感觉快乐对吧？我们才会安定。安定是描述我们身心的状态是安定的安定的情况，那个心情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情绪都复杂我们心情的复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错综复杂？很多情绪，你很难指出，找出一个。可是我们要找那个现在比较出手的那个，比较出来那个就是你真的要抓平和在心中如沐春风是喜悦，对吧？如沐春风是你描述你的心情。那我们要直接说出来，就是我喜悦，我开心，对不对？安详自在，那也是描述我们的身心状态是属于安详自在，所以是属于。当然，安详自在的背后有一些情绪，不管是什么心情，有些心情。对呀，我知道这个，我最有意思我觉得两句两个女人，你都明定了的，开回答，对吧？我们脑力激荡的来，就是一直尿出来，但是尿过，没关系。来，我给你，我们后面的小丽。OK， 没有人情绪。好。可能有没办法记得那个境界，没关系我们都是练习，对，不要有压力，都是练习，来，很对，轻松可爱，怎么样？开心能够，我快乐，开心可以，开心，反正看到观众他自己兴奋。所以说兴奋的那么你的脾气还有刚才这个口有个兴奋有点轻松快乐很棒一个很干的轻松轻松跟你
里啊，我们新进的人有状况，他们已经是有焦虑的、忧虑的，对，我们一起祝福各位啊，赶快好，老师。我们报告一下这种那种感觉，年轻的感觉啊，还是什么称呼？明体了，三明体了。大家准备，OK，好，人今天心情怎么样？开心、欢喜 ，OK， 好，来，高兴了吗？我这个不远，平衡 ，OK， 好，也是明这个心情，看到希望，所以看到希望的是一个高度的喜悦，好，来，这样子。观察出来，有改变都有意思，你信不信啊？OK， 好，来，现在平静，好，变成平静 ，OK， 来，金老师。我出来看呐，爱做无所谓的这个啊。今天呢，你选择来啊，也太好了。金老师是新人才，也正常的大将啊。这个虽然还是这个计算的啊，计算的地方，也是他今后初期的今后是不简单啊，不简单。对。这些话真的是改变他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是有见证。那个孩子在正常的地方哇，他的儿子竟然会说，郑老师帮我变成一个什么绅士，小绅士，他的儿子开始去见我完全他们一定一些就小绅士一样，就学到被他提示，一定要学在接下来，对不对？现在的心情。他有没有偶尔跳出一些情绪出来？对，这是正常的。对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很快的。对，也不是我们去启动人场。对，有时候就是就像真经理刚刚讲到孩子现在状况，那么很容易分开，这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后面你戴口罩就不要问。你要说，这边不用了戴口罩就是告诉不要问我。来，马上发言给那边。开心。这个人讲过，那你在讲什么？开心的人讲这个，不开心，有吗？开心，再衍生出去是什么？开心，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你的心情。满足 ，OK， 满足满足也是一种描述心理的状态描述我天，如果能再继续讲没关系直接切入那个情绪的用语来，那个学生，心情。复杂是描述自
要一起来讲会造成一个。所以是那个当我们举棋不定、踌躇不前，那个就是什么状态？迷惘啊！我说在这讲起，你说还是要讲起，这个还是要讲起，啊 ，OK， 人也都会那个犹豫啊。好，按照我们的这个班长啊，现在进行。所以其实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一个状态啊，好温馨的哈。OK， 好，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哈，大家都讲得很好哦。现在啊，各位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这个请大家来一起啊，刚刚我们讲的内容写的啊，在道场上啊，后面随便这几点啊，其实这些很多啊，我们在道场上出现情绪经验。我们大家自己先打啊，自己先打。第一个，我们的想法会出现这些的时候，我们后面情绪是什么？怎么这么忙？怎么这么忙？当我们的从这样的思想后，各位想想，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第二个，又要开会啊，尤其我们书院这个道务繁忙，也时事有关系啊，所以经常要专门开会，或者我们自己也常常在开单位的会议，所以人家问我们啊，怎么又要开会？那情绪是什么？第三个，怎么没有通知我？你跟我讲课啊，怎么没有通知我？然后我听到没有，不是我，都是之前有这个课表嘛，怎么我来这没有？人家告诉你说没有，我们后来改哪一天？按你们讲，怎么没有通知我？那这情绪是什么？第四个，这么忙碌有道理吗？有时候自己可以质疑自己，这么忙碌有道吗？甚至家里会质疑你这样有道吗？你在讲道，你有道吗？换句我们这个坏习惯始终改不掉，我想改不掉，一直持续。然后第六个，怎么像没事？有时候很烦，别人通知你，事情又感觉到忙不完，后来人家决定要让你休息，决定把你放下，他在找你，就是我们要矛盾，我是没事的。我一直抱怨，我一直推，最后这个会没事。然后没事又不自在，不怎么算没事了？第七，他总是找我麻烦，会在道场有没有人在找你麻烦呀？你感觉他在找你麻烦有没有？问自己你可能没有他的缘吗？或者是他这个人在教你，总是找你麻烦。他总是找我麻烦，各位这个情绪是什么？第八，他怎么不主动帮忙？有时候我很紧张，但是事情他怎么不主动？我还需要他，他不主动帮忙，怎么每次都很被动？我讲一下他，我讲两次，他做一次，他怎么不主动？第九，不知道如何有效带动到。看到我们也是会有经历，哇，这个道路开得很好，带动了，很有效率啊，也很有趣啊，我们可以经理国家一个一个开出去。那我到底要怎么有效带动到？第十，他怎么弄起来啊？后面的有这是你的情绪是什么？各位，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作答，那老师就要看你们做好了。提还没好，情绪大家就检查一下，讲到什么没什么就是练习了对。大家都一起快速做改一下快速回答。
情，后来知道吧？这么一往前去，我们感觉什么？无奈，无奈。我还在我离开了这么远，不无奈呀。对吧？只要你知道，要开会了，心情这种情绪的啊，好烦，烦，很好很好，非常之烦啊，对吧？放屁，后来要开会了，到算了，对不对？对了，好 ，OK， 来，第三题，怎么没有通知我？我说很多人呢，来，心情是什么？不开心，对不对？不高兴，这应该懂你吗？对不对？失落感，啊，失落感，哎呦，我在看我看够对，啊，所以各位你就知道，我们哪一个月该开会了，当然肯定要来很满意，哦，明明我是当地什么我开会我都不知道。哦，他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你我都曾经犯这个错，那每一个东西啊，真好呢，看到啊，妈妈可以弄一样东西来东西，这个是被漏掉的经验哦，他就说让你心情怎么办？好，回来，这么忙有错吗？心情该忙的，该忙的，所以。理解，所以你的心情就是接受，好 ，OK， 来，努力。有些时候会很喜悦，有些时候会很就是有的体验会有啊，就会的。来，我们在这个答案是彼此分享没有对错就是我们互相参考来，这条坏习惯始终改不掉，继续是努力。很困扰，对不对？困扰，一直会困扰自己，来，反正惭愧，来，这样。坏习惯想改，但是没改掉。来，这个对了，怎么突然没事了？刚刚有事做 ，OK， 所以你自己主动去找事做 ，OK， 来 ，OK， 失落感突然间安静下来，有时候我们怪人家就才有任务，然后拿过你就很紧张。这个嘛，朋友，你看我们人在很复杂是吧？那对于酒后去买两个还，对于美肉立马来还对，真的难吗？谢谢您说，我告诉你，第七，他总是说麻烦对你每个都是几位是吗？看这个是问题对不对？逆增上瘾感谢他，回来，宝贝。郁闷，哎呦，明明都跟他在一起，你小题大做，怎么回事？你是我必须要在那个小小的状况里面大做好，对吧？他怎么都不主动帮忙？这是你后来的环境调整的机制，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你感觉得到，他都主动帮忙，这个我们道场跟家里都会有，如果有家庭的，那个老公他是你午夜都在划手机，或者是工资大白都在划手机，我给他照金台，类似这个，你说妈妈在那里打，孩子在那里打电动，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这时候你会有什么心情？生气嘛，对不对？生气，我讲讲了，可以别在那里，OK， 来，无奈，无奈是他不是的，生气不应该，好多纠结，来，当然是抱怨，来，肚子
是如何有效的？心里没有这个问题，心里没有这个困扰，还是你那时候情绪是什么？没难过哦，对啊。所以在莲师身上真的是看到行动者，有时候也是跟大家讲啊，凡人看到问题，先人讲到责任，圣人找到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自己这样成圣，一定在从经历中来到。凡不要有，凡乐不要有，他行不要在，自己成功者真的是失败者找借口，成功者找方法。后来，这样是。我们不仅仅啊，苦闷嘛，在立马就是个步骤会把它穿越过这个苦闷啊，然后再来个分享哦，这个各位局长哦，我感觉如果有说，局长是比苦闷能赶快哦，苦闷赶快，最后苦就爱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分享过按照世界上的分享会，跟苦中差点来，我现在来困难嘛困难。以后请一学习过来，一定老师。然后我还是今天是学对了，来，羡慕了哈，羡慕 OK， 但不要记住啊。其实这两个情绪会互相带起羡慕 OK 有加记住记住不要多给他羡慕，其实羡慕比较好，记住比较不好。这个跟人当这两个情绪上来说，你如何的去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各位，我们剩下13分钟，再来放第3个情绪处理的经验如何处理不愉快的经验这个或许就给大家提几个参考意见如何处理不愉快的经验？我们通常是怎么去处理不愉快的经验呢？我写的这个字叫做自我防卫机制。自我防卫机制，自我防卫是一个人为了保护自我免于受伤害所启动的心理防卫的机制，有的书写防卫的基本。它的功用就是让自我免于受伤害，所以自我防卫是保护自我免于受伤害，但是一定要适当运用，不可以过度运用。如果一个人总是要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够让自我免于受伤害，那久了你就会沉溺在里面，沉醉在里面，然后总是会被消极了。比方说压抑是防卫机制的，我压抑了，我不爱动嘛，压抑到有一天你情绪让我生活你可能累积了很多不愉快的心情，你知道？你就开始压力是收集一个点线再收集2次2点，这3次3点，你点数积累之后，你将来中大奖。我后面学那个体验，它里面就讲到点线，我们会收集正面的点、愉快的点线、不愉快的点线、烦恼的点线、愤怒的点线，你一直收集。点线收集到最后是要做什么用的？睡觉。我告诉你你累积的越多，你看累积愉快的那个嘎逼发怒对吧？你哪能累积负面的情绪？你自己会去哪里去想？你也会想，各来是第一款对的。小病、中病、大病是吧？犯罪、被杀人，这种重大奖，2关，重大。按照上去差不多咱们最后换成一些我们要的结果。好，那或许哪个变卖然后薪水怎样前些刚来动，刚来讲，有时候来放，不得不要把你放旁边，安排你麻烦好了，做什么样我也都有机会所以这个也不好。否认也是
无啦，无啦，不会啦，我来过啦，不会啦，否认，也否认你的情绪，否认自己面对这个情绪，隔离，啊，那情绪被理解，然后隔离，过来投射，把自己的坏情绪投射到对方，对，其实是自己的情绪。就认为对方有这样的情绪，这是投射到对方，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自己的这个给人家一个无形里听的有意识，你自己投射到人家身上的，所以怎么去把责任回到自己的身上，而不要老是投射的合理化。合理化就是田园牧跟上葡萄常有的，田园牧就是听有联盟，听有外自我安慰。我讲咯，我这联盟是比你讲在，我说了，你这联盟比你讲在，在安慰自己啊，大家都大家心里就是觉得偷笑，那明明说那家伙比你讲，他在这联盟，明明你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然后双子嘛，别人拿到葡萄，你正面了，你那个是抓的了，你这个偷偷破坏联盟过的。其实那个都是合理化自己不喜欢的状态是好的，可是总要透过合理化，那就不健康安置跟找自己倾诉，这是比较好的处理。前面那几个是自我防卫，安置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情绪，我把你放在这里。我把你放在右边，让我的不好的情绪跟好的情绪共处。我怎样？我有不准，我改正一下。我有尴尬，我不准，但是我够有心境，叫做感恩。好，你讲对我的麻烦，我有准，但是我真感激，那我以安尼我就变成啥？另外我最近有转变，我暂时前是为了在听我感觉我感恩，可以爱的传递就提升了，所以呢，这位武大师说是超有威力的，而且是这个时代一贯要走的方向，非常清晰的用武大著作来实践道德宗旨。所以刚刚在经理执行，我不要看到无主生活，他马上说非常好，无主生活就不要这样子，所以他感受到这个，好。另外一个找自己显示，对第一，我们老师都讲过我们修道人不能没有自己不能没有自己那个自己就是你知道我，你了解我，我可以跟你谈我心里的困扰，我可以跟你说，一定要找自己，绝对不要找一个不是自己的。那个人他跟你跟他讲的，你也跟他讲说，你那讲吧，我来讲，然后那个人你讲，那个人讲，我刚才讲，像你讲的，因为我讲过。来让你讲感情，我来讲，然后我来讲，感情中给钱给我来讲，我来讲，一个人也讲看，这个很麻烦，所以你要找一个你相信他有专业能力，他会保你在哪里打工，所以你打工成功嘛。我们学生都跟我讲话，我天天跟他讲在线，我的同学，第一次跟我见面，那是没陌生人。你要在陌生人面前讲心事不简单。第二个，或者老师你学生，你要跟老师讲心里的话不简单。所以我要跟你讲，你把你愿意讲的讲出来，你觉得你可以讲的讲出来。但是我很多题，我是专业人员，我找地方，这个是我的专业问题。再来这个同样的问题。我靠你讲，我地方辛苦，他就会讲，讲完以后我就开放自己就讲，
这些的我们要自己清楚。各位，我们怎么处理愉快的经验呢？愉快，做一件事情，出一年，我们一般人可能淡然处之这一项节淡然处之，再来乐在心里，再来装作不在